别人那边给这些用的什么？对了，我怎么你的生意抵不牛是吧？也生意抵不起手是吧？这里打了手的，对了嘛，我这年的说是抵不上是吧？这里要嘛的，这我这把客座位那是当留着的这嘛的，样的抽的那的绝不年不带这。但吃干了的，俺就说记了，说是平常没记不俺也记住，说是没记，俺就没记，俺就干的嘛，现在好了，除了些东西，人家说是没记吧的，这阿拉爸就说就你没过去，吃干了的，这两刚过的嘛，就跟着的没事，你就是怕的，你呢，生意的不牛住是吧？人家没来湖南做，是我那里，所以说没记了，准备么老古吹不是嘞，对嘞，还这个没事，哎。对不兄个对，某个对不兄老虎吃不是了，对不兄个还结果，我在吃这个。哦，你在吃这个，啊，这么这对不兄个某个吃这个。说是你这人吃这嘛，对了嘛，我这年纪跟着了这个怕死，不去把这你弄救我了呀。是呀，这种的有的些年的有的工作，有些人就是你本身是。我那这种汉族人没有这种人士，对，很多人这样嘛的，很多行路没嘞。老板那就抢不抢那了？对我年轻人讲了对的，我阿想你阿姐叫我阿姐我马上这打起两家的兵家两家听我了，俺这几家起码上投资单，几家起码上投资单，我这两家来个是吧？别几个去了，这年不干叫到上面的，我这那边送东，我最不对是现在叫的小区给我们的，快水俺们水是什么？我这在吃样的，我那会儿对这个是南山人呀，的没说这个，怕做拉单呀的，这家几六几嘛，俺做呀。我那里确实是这样。我让你吃过，我经常说，当这说的，你都吃上了吃过嘛的，让明年准备，我让你的准备，明年西当进入热呀，我呢，因为我的，这个是两嘛，这家那家的都知道是没的。我大个人了，估计这吃现在大个人，说是国家别这么子那个店面呢，我没得做，谢谢跟着人当跟都知跟着人当我那什么什么，我真正吃脏了的。但没这没估计了，这钱钱送每个都是路边都在那没估计了，这我这呀咋送南山都的，别家个地还听我那，别个地老不叫我那都多，要嘛的俺这都离婚那才是呢，估计国家什么子里面呢？我没得个那特技了，话说我都等多，我等着养家几多，我那会儿出钱嘛，我呢。人我那人工作，你得要的。我最近把这像创业这，所以说创业呗，没说，你那个什么活么多？我打开这批我流量我说么那还叫呢，还叫呢什么什么？那别个在那了，整个上的南山生意的给起了，没当过这了人的中多啊，我那个这些抖音那的吧，是年不起这么呀第几个，可能举报出来几个，我们新北这几个那几个。我听这三么，当的多。工作有的，现在的俺是韩国上。之前年口红做么做工作，口红一个没别，干你个没个别搞些，真的是一个你个。如果给这怕这粗这对怎么搞年数的什么，我就不是能够给化妆品做年的噻。俺韩国上，我这人说是从这边没说，没那个什么可嘛的，但是有这种人，现在都，他现在来给这些对的，来几对小妹妹是几多，是说，等这几多小妹妹是的，报应里面是几多，其实有报应工作，他现在来几单的，这些单的都是真的给现在都，只是没了咱们说，人们差不多多工作，我就这都是往外都，你要说不就去咱们这人们，我那。但是吧，干什么去那里？对吧？这帮全家去那里，给这长辈忙起古小来些，日头就古小来工作了，我星期土豆用白了，产的那多多嘞，让的那东亚的牛肉啥，古小来个嘞，我们这咱们这做女嘛的，没事就算多买回嘛，这把钱的嘞，两个就给这个些塞了是吧？我都是这些工作，俺那咱们这钱的用呀，或者民都来几个嘛的，我就一年不大，明白没说。米个来哈古里，米跟着去那嘞，说跟着去那粉丝问的学的工作，这上对吧？全家住对嘞，古小忙这个我心里，让的那东亚的牛土豆用白什么的，老强的当这哪几多，我嘞，那我们现在忙不的有的什么种，我那这俺们那的，就叫那的忙这我心里俺一年来打这下，这上我的。肯定王干这么着多，还些年过，这些叶子些、麦子些，多多，还些个年不还交多点，这俺对，我那我说里就还些个多着，一个干你等到了，学对怕这出这化妆品做那个，我都先叫这啥，哎也是三不懂的。那俺的明年之前拿当什么？我就说是一般这些。你这没了噻，你是你说嘛的，你个是比如像咱都吃过嘛，俺就讲了的，你讲俺那就比如是吧？
你顶级日记的那个顶这几个意思我，俺俩就比这能过顶这几个意思我是。我也是你咱们都是我，样的先那个先叫脑没的，其他先那个先叫脑啥的话。俺觉得今天要我这先难的，样顶这是我嘛都我这。你做一当起他们哪有个多的多少，那个都是看那个能没着生多啊。开始你的俺们米。伢南啥不啥什么？伢个你个标准嘛别等我，但顶这10个嘛都，估计路边这咱们这伢嘛写着估计。那有时候开始我们的几个俺们什么的，对吧？刚过了也几岁的时候嘛，开始给这。当然的这些就别伢的。给这套子写嘛子写几个。俺这那了没用这几年要的了吧？伢南啥的个电脑啥的，看那日记这是说，顶这全他妈的没日记的你顶这几要的了你，那些年要的了。真是。怪你要的。干过了，他积累压过，积累多过的，这你弄不个这些的要过的。谢谢珍惜啊，真的很喜欢土豆拉姆，还有你的全家人都很好。像你们学习怎样学？这是没有，没听这有的。就是没事，有这样的人，所课题啥子都写，所搞的贴住人家来那住的，所他的贴住人们说，我说你在地球嘛，有这样的人，他现在给是多可惜的，还不接姓没的，连这名没是写的，我说的是那些人。现在嘛，那人呐，拖钱呐，这两样的破产什么？给大家上个福利吧，大家福利上噻，我都哪个？那都叫那种个拖钱呐。西梅和那个。这些光了随便，咱们这个什么教育吧，吃啥呢？就那个。